在上帝圣殿272。来。阳光拄现，毋是着现，吼，嘿，救主阳光拄现，然后赢过世上，毋是世上，吼，好，咱第10个一届，备，来，我爱上帝圣殿，救主阳光拄现，伫遮有大欢喜，赢过世上无比。第2站，这是基督的厝，主只交陪我主，上帝伫遮是阮，接近上帝有君。好，真正咱是基督的厝，所以咱直接来交陪咱的主。所以上帝伫遮施恩，今日是咱60周年，设到63周年，吼。所以上帝伫咱遮来施恩，然后接见受咱敬的遮的羊群。好，请咱准备心，三个做敬拜。亲爱兄姐，大家平安。即马要开始进入咱的主日礼拜，请将你的手机啊关机，也是开做震动，以免影响咱礼拜进行。只是请咱安静咱的心，来到主的殿中，满心欢喜，朝见主面。
上主啊，万军的统帅，你徛起的所在，互人遐尼意爱。我恋慕上主的殿院，到要昏去。我的心永我的上帝欢喜唱歌。这时，咱用圣诗272首，圣诗272首，阮爱上上帝圣殿来唱歌，学乐咱的主，咱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时，请咱同心合道来祈祷。创造宇宙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竞选阮、呼召阮，互阮会当成做上帝国的囝儿。感谢你透过环境困难，互阮明白生活中有真侪艰苦、挑战的事，需要信心甲勇气来面对。愿你赦免阮时常用人的想法，用家己有限的思考应付生活中的困难，也赦免阮伫生活中时常袂记你是全能的爸，互家己为着真侪代志来挂虑操烦。求圣神坚固阮的心，互阮靠主得胜，使阮谦卑会当学主耶稣的心，用主耶稣的听来听阮的家庭，听阮的厝边，听阮身边的人。听阮阁想思稳定的天父上帝，你是稳定的源头。伫耶稣基督世界救恩中建立了教会。今年是你所设立的南洋教会设教63周年。感谢你设立这个属天的大家庭，因为你救赎的恩典，互阮众兄弟姊妹会当彼此相听、服侍，成做上帝国的百姓。天父上帝，对每一届收青餐的时，求你光照阮的内心，互阮搁一摆思想圣餐的意义，互阮甲主耶稣共坐道的时，互主的听充满阮，互阮每一届拢是用虔诚恭敬的心来领受你圣餐的恩典。嘛恳求主耶稣帮助阮众人，特别是也伫憔悴、听候、观望的兄弟姊妹。主啊，愿你的听甲恩典也临到因。主上帝，愿你的圣神降临到阮三角基地，求你陪伴阮的心，开阮的目睭甲耳孔，借着林耀圣牧师的分享，互阮明白你所启示的真理。求你亲自引带阮。只是阮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的日子，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
代代无尽。阿门。启蒙第9篇，启蒙第9篇也是诗篇第24篇。启蒙伫圣诗的后壁面，伫1011页，显着咱三角来启蒙。第甲第章的万米拢属上主。世界甲踮伫遐的画面，嘛拢属伊。伊甲地放伫大海的顶面，将地基下伫深海。什么款人会当上主的山？什么款人会当入伊的圣殿？就是手清气、心纯洁，无爱偶像、无随便咒抓的人。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上帝要拯救伊，宣判伊无罪。这款人找求上主，到我过上帝面前来挑拣伊。城门啊，着拍开；永远的门啊，着大开。这声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什么人？是强国勇的上主。这声，伊是百战百胜的上主。城门啊，着拍开；永远的门啊，着大开。这声，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什么人？是万军的统帅上主。这声，伊是荣耀的君王。这是咱来共读上帝话。今仔日的圣经节是伫旧约历代志上卷29章第1节到第9节，显着我来读。大卫王对全会众讲：“我的囝所罗门是上帝特别拣选的，毋过也少年无经验。这个工程真大，因为这个圣殿毋是为着人，是为着主上帝起的。我为着我上帝的殿已经尽力，有准备金、银、铜、铁、茶，要做逐款器具，阁有准备真侪红玛瑙、通香的宝石、光石、彩色的石、逐款的宝石甲大理石。我以爱我上帝的殿，就伫准备起圣殿的材料以外，阁将我积聚的金银，拢献做起我上帝圣殿的路用，就是5斐的金100外公吨，纯银240外公吨，来搭圣殿的壁，以及予师傅、师傅做金库、银库，甲所有器具的路用。今仔日要有啥物人欢喜奉献？奉献伊本身予上主。安尼，族长以色列各支族的领袖，管1000人甲管100人的军官，以及监督遐个甲王做工的人的官长，拢甘心奉献。因为着上帝圣殿的工程，奉献金170外公吨，银340外公吨，铜约620公吨，甲铁3400公吨。有宝石的人，拢将宝石摕去交予结顺人亚赫，送入上主圣殿的府库。人民拢真欢喜奉献，因为因尽心献予上主。大卫王嘛非常欢喜。接下来我用可和本来念一遍。第1节，大卫王对全会众说：“
我儿子所罗门是上帝特选的，还年幼脆弱，但这工程浩大，因这殿不是为人，而是为耶和华上帝建造的。我为我上帝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香鲜的宝石、彩石、各样的宝石和许多大理石。此外，因我爱慕我上帝的殿，在预备建造圣殿的一切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给我上帝的殿，就是3000他连德俄斐金子，7000他连德纯银，用来贴殿的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工匠的手做一切的工。今日有谁愿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领袖、千夫长、百夫长，以及监管王工作的官长，都乐意奉献。他们为上帝殿的工程献上5000他连德，又10000达利克金子，10000他连德银子，18000他连德铜，100000他连德铁。凡有宝石都送入耶和华殿的库房，由革顺人耶歇的手管理。因这些人全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以上愿上帝话听叹，伊的话阁照伊安尼行的人，煞来到的时万要带咱来学乐，因要吟的歌是正百姓着学乐你。
这时要请林耀新牧师来证道，伊今仔要分享的题目是“意爱上帝的殿，爱慕上帝的殿”。哈利路亚！感谢我主，今仔日是奉主的名所设立南阳教会63周年的日子，咱嘛真欢喜，有侪咱安尼。 包括出外的兄弟，嘛有转来到伫咱的中间，同齐来庆祝即个真通欢喜的日子，伫咱同齐来安尼对咱的上主来献上咱对伊的感谢。伫咧2019年的元月初6，主显节迄天，牧师。 安尼第一遍受邀请来到伫咱的中间来分享上帝的话语。伫咧礼拜了后，我受邀请讲，着爱介绍我家己，互兄弟来认捌。伫迄一天，牧师伫迄中间伫遐来分享教会应该安怎来聘就伊牧师。毋知我咱抑阁会记哩，我伫咧内底我讲着啥物款的代志。 伫咧一般，咱伫咧讲到即个安尼聘牧师的时阵，真侪教会拢是会邀请牧师讲问牧师讲牧师，请问你对阮教会有啥物款的意向？我毋知影讲，咱还阁会记哩，我安怎甲咱讲？就是我认为安尼是一个无适当的一个问法吼，因为一个拄仔来到伫一间教会分享的牧师要叫伊讲安尼来讲对即间教会有啥物款的意向，但是伊对头到尾拢也毋捌参与过教会即间教会，伊要安怎去领受迄款安尼的意向？ 安尼意向应该较有可能是这位牧师伊家己想要安怎做的意向，毋是上帝要互即间教会的意向。箴言甲咱讲箴言伫咧即个29章内面甲咱讲安那，伊讲无上帝的指示，人民就放纵；毋过遵守律法的人真有福气。 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所以要聘一位牧师，大先应该是爱教会中级来做起。教会长老即需要来带领着咱的众兄弟来去敲找，去共同来敲找出上帝来要互即间教会的迄个意向。即个意向。 需要是一个合一的意向，毋是一个咱讲分歧的。迄个应聘的牧师伊则针对即个咱的中级甲咱的兄弟同齐去所领受对即间教会意向来安尼分享伊要怎样照着即个意向来带领着信徒来按着即个意向来前进。即款安尼的教会。 才袂安尼到伫即个教会，若假使讲即个牧师离开了，要换一个新的牧师的时阵，伫到教会阁爱重新去到伫迄个原点的所在，因为牧师伊阁有另外家己无共款的意向。安尼时阵，教会拢每一次都回到原点，这对教会无有帮助。这是当时我所分享有关要怎样来聘牧的迄个一个。 咱讲概要，因为我当时并无有意思要来到离我的厝遐尔远的教会来伫遮来牧会。我想讲，我既然受邀请，安尼就好好分享上帝的话语，甲着以及我所领受到的。但是人的心意毋达到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超过人的心意。 直到我落尾手，我安尼放弃我家己所咧想的，因为我家己所想的是我期待
我国外我牧会教会是台中以南嘉义吼，安尼差不多离厝较近的所在。但是上帝伊有伊特别的心意，就我伫迄中间来放弃我家己的所想，顺服上帝的旨意，来到伫咱南阳教会。因为伫咧我离开前一间教会的期间，我离开了，我捌甲我的牧师娘伫遐来甲伊讲起讲，咱后一间佛山的教会无爱建堂。虽然当初是迄落前一阵仔正光长老捌甲我讲，有啊，伊有甲我讲吼，伊有甲我讲着讲教会要建堂。但是我就前思后想，讲无，我都无听到即句话就对啊，哦，嘿，啊，倒是伫咧我来到伫咱教会了，我才陆续来对几位的即个长辈甲着兄弟的喙的内面去听到教会期待要建堂，因为我当初是我第一遍来到伫咱的教会时阵。我甲牧师娘的观察就是感觉讲，即间教会安尼勉强还阁会通使用，应该无有建堂的问题。安尼我就无有遮个遮个需要去爱我烦恼的代志。搁迄个时阵，咱的中级，因为伫我头拄所分享着，咱的中级并嘛无甲我回复有关咱的教会到底教会意向是甚物个。所以这个时阵，我要来到伫这间教会时阵，变做爱是牧师爱来带领着咱的正中级兄弟，咱来去敲找什么是上帝伫咱南阳教会，伊所要互咱南阳教会伊的意向，伊要互咱的意向，甲着伊的心意。所以当牧师来到伫南阳教会赴任的第5个月。拄好是咱教会设教58周年，我毋知影咱还阁会记哩迄当阵牧师怎样伫咧咱伫迄中间的分享无？伫咧迄天牧师的分享是因为才拄好来到伫南阳教会5个月，但是当初时伫咧分享的内面，我就一直伫遐咧敲找讲，安尼到底教会上帝伫咧即间教会到底伊的心意啥物款？因为我无打算要用 copy 别人的教会的方式来伫咱的教会，因为每一间教会上帝拢有伊特别的心意，所以当我伫咧迄个设教58周年的时阵，我有伫遐来提起讲，咱检彩会通好伫咧咱的设教70周年的时阵，用啥物话来去回应上帝对咱南阳教会甲咱的听。因为迄个时阵还阁无真清楚，是毋是真正是要献礼拜堂给上帝。虽然伫咧即个期间，一直包括着嘛继续不断有兄弟提起着讲，期待教会即个礼拜堂会通好来安尼得到更新。但是牧师一直期待会通好得到咱讲印证，所以一直到。经过14个月了，2020年的年底，咱透过着即个问卷的方式来兄弟来追求上帝伫咱中间的迄个心意。伫迄个时阵搁后来到伫2021年的1月，也就是过1个月。第一次的即个中执会的中间，确认上帝对咱教会迄个建堂的心意，搁伫咧中间就伫遐来安尼提请着即个小会来做演绎。所以伫咧2021年的第一次的小会中，决议就请总务组来成立一个建堂的规划的小组。来启动即个建堂相关的即个规划，甲着要怎样来开始的一寡遮个事宜。当安尼距离即个设教58周年，迄个时阵所讲的，已经过5年啊。咱嘛已经安尼选定建筑师，甲着咱初步迄个新堂
有可能的迄个外观。咱搁伫个规划伫咧迄中间咱已经嘛有甲着建筑师有安尼初步有讲好，是过来咱是每一个月拢会有2遍，着甲建筑师有一个即个安尼面对面的会议，伫迄中间来去讨论包括着信徒伫咧即个建堂顶面的所有的疑问，拢要伫咧迄中间来伫遐来安尼做一寡安尼说明，甲着即个解说，也是讲解决所拄着的遮个问题。接下来就是咱要怎样来完成即个看起来那亲像是无可能的一个任务。教会建堂是对是每一个教会来讲，拢是无可能的任务。每一间无一间的教会例外吼，每一间教会拢共款，但是却伫咧迄个中间要经历着上帝伊丰盛的恩典，建堂是要去经历着上帝丰盛的恩典一个上好的时机。毋若是干那教会本身安尼得到上帝的安尼，咱讲蒙恩蒙受祝福。信徒嘛要伫咧即个中间，伫咧即个期间要来领受上帝特别的恩典，因为咱拢参与伫迄个中间。问题就在伫咧咱是毋是有真正欢喜、真实伫遐来专心来信靠咱的主、咱的上帝。咱若去想象讲每一遍的迄个无可能的代志，咱若来去回想当初时以色列人因出埃及的时阵。咱就会通知影，上帝拢做迄个无可能的代志。伫咧因出埃及了后，后来以色列人因到伫迄个迦南地的门口，因伫迄中间差派12个即个探仔要入去内底去观察。咱拢真清楚迄个技术。有10个探仔讲讲咱毋通入去，因为迄个中间遮个人哪亲像巨人共款，咱哪亲像草莓。只有干那约书亚甲着加勒，伊伫迄中间讲，咱通好入去，因为因是咱的食物。上帝的确要甲咱三个伫地，带咱入去迦南地。咱拄好伫咧即个关键时刻，咱到底要诚做迄个加勒，是即个约书亚，是要亲像迄10个探仔共款。当咱伫遐领受上帝即个搁大、搁真安尼，迄个样又大又难的即个心意的时阵，但是咧，咱愿意顺服、体贴主的心意，甲着搁。欢喜伫迄中间来尽心尽性尽意来听主咱的上帝，来参与伫咧即个主的即个圣殿的即个建造，咱的确要看见上帝伊怎样，咱讲咱的主伊要调动万有，来经历着伊怎样，互迄个原底看做无可能的代志，要变成做可能。那什么代志拢是伫咧咱的迄个掌握，咱会用掌控的中间，安尼咱要怎样来去经历上帝的迄个大能，甲伊的大作为？因为咱拢家己，咱拢有法度家己处理掉，咱毋免倚靠上帝。安尼，迄敢是咱的信仰？只有干那伫咧咱迄个伫人所看做迄个无可能的，但是因为咱伫遐安尼注目看主。注目看耶稣，咱安尼注目伫咧迄个施恩祝福伫咱的即个天父上帝，这才是咱的信仰的见证。互主的名毋但会通伫咧咱即个南阳地区受到高举，咱的天父也要伫咧迄中间来得到荣光。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拄好甲咱会通讲是一个相像的一个迄个处境。代表伫遐，伊讲安那？伊讲，我的囝所罗门是上帝特别拣选的，毋过要少年无经验，即个工程真大，
因为即个圣殿毋是为着人，是为着主上帝起的。我儿子所罗门是上帝特选的，还年幼脆弱，但这工程浩大，因这殿不是为人，而是为耶和华上帝建造的。咱就那亲像所罗门同款，咱是上帝所特别拣选的。拣选要创啥？为着主的为着咱的主上帝来起伊的殿。所以咱会用想象，咱安尼伫咧安尼教会安尼，咱今年设教63周年。伫咧60几年前，咱的信仰先辈因安尼胼手胝足起即间圣殿，当咱有伫咧经历着即间教会建堂的兄弟，敢抑阁伫咧？抑阁有吼，剩几个？哈？剩无几个吼。所以，咱会通讲，咱今仔日，咱会通想象讲，今仔日咱是何等的恩典，咱会通好得到上帝的拣选，来为着要建造上帝的殿。所以弟兄兄弟，毋是所有的基督徒拢会通有安尼机会来参与伫建堂安尼的即个事工。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嘛是上帝特别拣选的。就用我来个人来做例，感谢主，我伫咧准备这篇的即个分享的时阵，我伫遐开始来诉说上帝的恩典。伊伫咧互我伫咧30出头岁的时阵，我就有机会参与伫咧即个舞会的即个咱讲整件拉皮吼。教会迄当阵礼拜堂，因为伫咧市区吼，要规个卡掉，搁我的舞会真特别吼，我的舞会迄个礼拜堂吼，土地毋是教会，是恁爱之家的，所以教会袂使拆，教会一拆就还仁爱之家，所以教会只有敢若会使拉皮啊，整件吐掉，搁顶用。上帝互我伫咧30出头岁的时阵，互我有机会参与伫咧即个教会的即个整件拉皮的即个工程，佮互我伫咧35岁左右参与伫咧即个开拓教会、开拓台中建行教会，也参与伫咧迄个教会对无到有的迄个，包括迄个来按着咱的总会的即个宣教大楼来伫遐来做迄个地下室，伫遐来开始来安尼，咱讲迄个装修内底成做一个礼拜堂。到伫我48岁新人院毕业的时阵，我去到伫牧会第一间教会，我去到伫即间教会，一去到伫即间教会，上帝就互我派220万的债务，因为即间教会。因遮过无偌久进前，因遮拄好起即个教育馆，所以抑阁欠即个建筑即个建设公司220万。伫咧迄个中间因为礼拜堂伫咧进前，迄个礼拜堂是铁皮的吼，咱遮拄好经过即个风台，铁皮。但是伊个铁皮是真水的铁皮所以外观看起来那亲像是红砖做的事实上是铁皮的礼拜堂。迄个礼拜堂已经经历过10年了，已经开始会漏水。礼拜堂的头前那亲像风波，大家人要过礼拜堂进前，拢爱先过，爱经过一道一个安尼，用讲一个足杂乱的迄个一个前院，就伫迄中间，你用想象讲，牧师伫咧去到伫迄间教会复任的时阵，即间教会伊的大门是用铁链连起来。每一届我要去出入伫咧教会，我爱甲车停伫咧省道的顶面。用想象桃园大溪迄
迄条介寿路安尼车水马龙的情形之下，我车只爱停伫咧大路的面顶，了我撞出来，赶紧的甲锁匙拍开，铁链仔摕出来，门塞开，才佫甲车倒入去，迄落你讲想想，迄是一个什物款的情形？共款，我要出门嘛是共款，我车开出来停伫咧省道，吼，才佫甲门关起来，铁链仔连起来锁起来，迄是一个什物款的情形？我感觉讲，迄安尼非常的危险。后来包括着规个礼拜长头前，才会前院爱做一寡整修。伫迄中间，我做一个传道师，伫咧迄间教会无人无钱，搁欠钱。我伫咧即个传道师的训练的中间，我来遇到即个传道部或者的牧师伫遐讲起讲，咱遮个传道师拢是去较弱小的教会，无人无钱，安尼要安怎？教会若有要做啥物款的时阵，要怎样？牧师只有甲阮讲一句：传道者的资源就是教会资源。哦，我知影。所以就开始去募款，为着抑搁伫咧负债，但是教会需要做整建，我就伫咧迄中间，搁参与着即个教会的即个安尼整修，包括着迄个前院，互迄个礼拜堂头前。互人袂感觉讲即间教会看着怪怪，爱经过一个那风波共款。到伫我安尼传道师的任期到，因为爸母年纪大了，我选择转去到伫台中来伫遐来牧会。我就搁伫咧51岁到伫53岁之间，就参与伫咧我牧会第2间教会的即个。咱讲购买甲着即个内部的即个装修的即个工程，真有意思的，就是上帝伊直接伫咧我过去伫咧服侍即间教会，我负债220万，伊直接伫咧我伫咧后一间的教会，直接在后面加一个0，直接负债对2200万起跳。当教会伫遐来装修完毕了，后来我就伫咧现场2个月了，因为我个人不断的迄款领袖内面，我就提出辞职，我就伫咧迄个18年的迄个来伫遐来离任，2018年的9月来离任，这也就是我是安怎我甲牧师娘讲，咱后一间。服侍教会无爱建堂，因为我经历，我已经参与着无共款的形式的即个建堂已经4遍，我认为讲我应该有够啊。但是就亲像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共款，建堂是为着上帝，毋是为着人。但我要讲的就是。咱每一届的迄个过程，伫咧我每一届的迄个过程内面，拢满拢是上帝的恩典满。只有只是甲讲，这拢毋是我意料的。伫我的人生内面，经过这4遍，拢毋是我家己会决定的。但是伫咧中间，只有就是咱是毋是来欢喜来伫遐来。安尼顺探上帝的心意，所以当南阳教会安尼决定要建堂，那就我个人的意思，迄毋是我所想要的。但是照着上帝的心意，我只有顺服上帝的心意，并且我更较确信，咱要搁一届来经历着上帝迄个大能的圣手，伊怎样来供给伊家己的教会。的迄个欠缺甲需要，当咱若伫遐来体贴上帝的心意的时阵，主伊袂互伊的教会有任何的欠缺，因为迄是我所经历着。我会安尼讲，嘛是因为教会伫咧我的外公。我的外公嘛是牧师，当我的外公伊要过身进前，伊对伫伊的遮个囝儿，伊伫遐来讲起讲，上帝袂互伊的奴仆
有任何的欠缺，嘛袂互伊的老婆也饿着巴肚。所以同款，上帝嘛袂互伊的教会有任何的欠缺。所以伫咧建堂既然是上帝的心意，咱就无啥物通好伫迄个中间来烦恼，因为建堂是为着上帝，毋是为着人。那更较严格来讲，建堂本身这是上帝的代志，毋是咱的代志。咱需要是参与伫迄个中间。所以，亲像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内面，即个大卫，伊当伊伫迄个中间，伊就诚做即个为着上帝的殿，伊就伫迄个中间来诚做榜样。伊伫遐来尽心尽力，来伫遐来预备即个材料。伊伫遐来呼吁，伊看呐，伊伫遐呼吁讲安那，伊讲今仔日要有啥物人欢喜奉献，奉献伊本身来服上主。今日有谁愿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所以也因为伊的迄款安尼呼吁，就伫咧迄个所在所有正遮个支派的遮个族长，甲着遮个以色列各支派遮个领袖，咱讲千夫长、百夫长，以及所有遮个咧伫遐咧安尼讲掌管王的工作的遮个官长，因伫咧中间，因伫遐拢甘心奉献。当大卫伊伫遐来去安尼伫遐来决议讲要来建造上帝殿的时阵，伊毋是无安尼任何的动作。伊伫迄中间，伊伫遐来尽心尽意来为上帝的殿伫遐来预备材料，甲一切所欠缺。因为上帝对伊讲，因为你的手有擘伤济火，所以毋是你伫遐来起即间圣殿，是你的囝来迄落为着你为着我的名来起圣殿。所以大卫伊伫迄中间，伊既然知影安尼打我就无代志啊嘛。无，伊伫迄中间，伊伫遐来准备，伊伫遐来预备，包括所有一切欠缺，伊伫迄中间，伊也伫迄中间来唤起伊诚做即个遮个安尼族长遮个官长因的遮个模范，来唤起着遮个领袖起来做信徒的模范，遮个官长。因伫迄中间就安尼军队，因伫遐来拢甘心伫遐来奉献。所以弟兄兄弟，当咱伫遐来决意，咱伫遐来敲出上帝的心意，咱要来伫咧设教70周年的时阵，为着上帝来献一间新的礼拜堂，咱应该伫遐来效法大卫伊的模范。那咱伫遐尽心尽力来为上帝殿备办材料，甲着所有一切欠缺，咱也爱。诚做所有信徒的模范，牧师毋是要爱大家人将咱一切的迄个，咱讲所有一切你的财产拢摕出来奉献，毋是，而是伫咧咱迄个当纳的1/10之外，再为上帝的殿献上另外的1/10，其中那个较大的部分来作为迄个建设基金。我毋知你安尼阁会记哩过去牧师捌安尼伫迄2022年的时阵，捌分享过一篇的迄个分享内面讲起着即个上帝国的经济学无？伫咧迄个中间的迄个概念，毋是爱咱为着上帝殿，咱额外伫遐来奉献，乃是咱伫咧中间，咱要来实践圣经内面来。讲起着迄个怎样来得到祝福的一个秘诀，咱会通过来回想，伫咧即个利未记第19章的第99节、第10节内面，迄是主的命令。伊伫遐讲起着咱的收入，咱的收入的迄个79%是属于咱的。佫会记哩迄个经文内面讲起着，讲你的园。你伫咧修行的时阵，你的视角的所在袂通爱留咧，你的视角要留下来，给那些贫穷的孤儿寡妇，迄个概念。伫咧中间，也就是讲，咱
就算讲咱所得到，咱的迄个79%是属于咱的，但是迄个剩的迄个21%，迄毋是咱的。拄好就是伫咧中间，咱会通用到咱的1/10来奉献互教会使用。了后咧，伫咧中间，咱1/10是来互咱牧养咱的教会伫遐来互上帝加有美娘。搁过来咧，咱伫咧即个第二个即个1/10内中内底有一部分来成做即个圣殿的修缮，也是逐样的即个词汇的即个遮个事工使用。过来咧，要过来剩的就是来关心遮个孤儿寡妇遮个事工。当咱安尼做的时阵，照主的命令安尼做的时阵，上帝伊就照着咱的迄个信心的大势，就施恩赐福伫咱。这也就是是安怎牧师伫咧我过去一直到现在，当我了解到即个安尼咱讲即个奉献的即个真理的时阵，我就一直拢是所奉献的，拢是超过2/10，毋是1/10。因为迄是一个领受上帝祝福的一个锁匙。佮伫咧即个过程内面，完全袂影响到咱的生活。当咱安尼顺服的时阵，咱就要来得到上帝的祝福，亲像大卫甲遮所有的遮个领袖甲百姓共款。圣经讲讲因伫咧迄个中间，因就伫遐安尼全心乐意，佮伫遐大来欢喜。因为无人会因为知影讲过来要得到祝福，来伫遐来有任何的担心甲忧虑，乃是因要伫迄中间大来欢喜。所以当咱若认捌着安尼即个奉献的真理的时阵，佮知影上帝伊呼召咱要来去完成一件迄个真特别的一个代志、一个事工的时阵，弟兄姊妹，咱就要开始来去改变咱的观念。当咱改变咱的观念，咱无搁再将即件代志看做一个又大又难的事，乃是要是上帝祝福的源头的开始的时阵，当咱改变观念，咱就会改变咱的性命。咱改变咱的性命，就咱要开始改变咱的生活。我为着上帝的殿的缘故，我欢喜伫咧中间。我毋是干那只有1/10的奉献，我是用2/10的奉献。安尼的时阵，咱检测咱过去咱的生活顶面咱安尼会通好有搁较咱讲较游刃有余。但是为着主的殿的缘故，咱伫迄中间，咱检测咱的即个可能有的人每一工你会习惯去喝饮料，咱将这个饮料的钱来甲伊欠起来。你过去若确实有迄个食薰的习惯，将即个薰的钱甲伊欠起来，佫会用解薰。你伫迄中间，你就安尼将这个钱欠起来，我相信拢超过1/10。咱伫咧咱的生活中有真济迄个无意中，咱安尼去开的遐个钱，当咱若会通好好来想一下，讲这个钱是毋是有需要开？当咱将这个钱欠起来奉献予上帝的殿来做使用的时阵，你的生活袂受到任何的影响。所以建堂看起来像是非常的困难，但是当咱愿意来改变咱的观念、咱的性命、咱的生活，就会无同款。上帝恩典的油，我相信你会看见，也会经历到，就是上帝恩典的油会安尼伫你的心后不断伫遐咧滴。因为迄毋那是干那上帝伊对咱的命令，搁较是领受上帝伊应允伊要祝福互咱的一个真要紧的锁匙。牧师无真爱讲奉献的道理，但是即种会通得到祝福的信息，咱若确实咱若毋知影，也是挽袂记哩。咱需要定一摆过来恢复。我相信，当咱安尼照上帝的命令安尼去行去做的时阵，咱的确要经历到上帝迄个大的祝福。佮咱伫咧迄个建堂的过程内面，咱事实上咱袂对咱的生活袂有真大的影响。
因为我过去所经验到就是安尼，并袂因为安尼造成咱有真大的迄个生活的改变。咱只要照着上帝伊对咱的命令安尼行的时阵，咱就要得到上帝，要经历着上帝的恩典，赐福满满。咱真正会通好好安尼透过着咱伫释教58周年的时阵，咱迄当阵咱的想象，一直到今仔日，咱会通好好搁一摆来讲，照着圣经讲，咱意爱上帝的殿。我们爱慕上帝的殿，让互上帝的殿会通真正伫咱过来的日子，咱用想象今仔日咱为什么要建堂？咱毋是要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来安尼起偌年安尼讲富丽堂皇的圣殿，乃是要伫迄中间来起造一间会通伫咧过来20年、30年、50年。互咱的子孙，伊伫咧即个所在，会当有一个真好的敬拜的环境。互咱的长辈伫咧即个所在，若是干那做礼拜，伊伫咧周间伫遐咧活动的时阵，会有一个真好势的一个场所。佮互咱的遮个四周围的兄弟，咱的厝边，因为即间教会伫遮来设立。有一个真好势的礼拜堂的一个场所，不管伊是来甲咱照咱的场所来聚会，是伫咧中间参与伫咱的教会各样的活动，拢会通有一个真好势的即个场所来帮助教会，毋若是伫咧宣教，是伫咧咱的即个信徒的培育的顶面，会通有一个真好的场所来提供互咱南阳地区。咱伫咧开始咧讲到要开始建堂的时阵，咱的长老内面就都有安尼的即个分享讲，咱的教会内面有一半以上拢是公教人员，咱拢是内底有真济教育家，安尼咱的教会敢毋是搁较应该负起着即个教育南阳地区信仰的一个真要紧的所在，所以如果咱有一个真好的一个礼拜的场所，咱会通安尼提供互咱南阳地区各正教会会通，互因伫咧咱安尼所起造的即个新的礼拜堂，伫迄个中间伫遐来受到造就。咱用想象哦，今仔日咱的教会若伫咧即个所在，安尼建一间安尼好势的礼拜堂，咱的教会佫就近火车头，用行的对礼拜头，对火车头行来到伫咱教会，用行的若用散步的15分钟会到，若是用较稍微急行军一点大概10分钟以内会到。咱拄好是一个真适合。提供互南阳地区正教会会通伫咧咱，因为咱所提供的一个真好的场所，会通成做正教会的祝福。咱是安怎毋做？会通安尼帮衬着咱南阳地区，咱南阳地区真侪教会若毋是安尼细就是安尼迄个手骨安尼拢无真勇。咱拄好伫迄中间，虽然咱南阳教会并毋是迄个安尼讲手骨上粗的，但是咱嘛毋是迄个上弱的。咱乃毋伫迄中间毋若伫迄中间好好来陪安尼来起造上帝圣殿，佫会通伫迄中间来佫一摆来见证上帝伫咱的教会伊怎样用着迄个奇妙的迄个大能的圣手来行一件奇妙的事伫咱的中间，伫咱原地本地看做无可能的，但是因为当咱欢喜、同心、乐意来参与伫咧即个圣殿的建造的即个过程，咱就要看见上帝伊阳光伫咱中间来凸显，嘛要成做咱迄个信仰
的一个真，咱讲活活的见证，会通伫咧众人的面前来人来宣扬咱的主，伊是怎样一个有大有气力的主，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主你欢喜竞选阮，阮献上满满的感谢。虽然现在伫人看，是用俗世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真艰难的代志。但是因为主你欢喜竞选阮，主阮欢喜来回应。也愿你的神不断来激励阮，来帮助阮，互阮会通伫阮过来的日子内面，时常看见主你大能的圣手怎样来带领你家己的教会，互阮会通伫阮的生活中，伫阮的教会的生活中，来不断来看见主你大能的圣手怎样来兑现伫阮的中间。你的手骨怎样伸出，互阮伫阮看做无可能的，但是因为你的作为，就迄个无可能的，真做有可能。愿你亲自来带领你家己的教会，互阮来经历主你，过来，阮要看见主你怎样伫即间教会做迄个奇妙的事。来，互阮会通来人见证主你是迄个各真各活的主，各活的上帝。愿你请你的心意，成就你的心意伫阮的中间。愿咱来恳求祈祷，靠着主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咱要来献餐。请咱来吟圣诗355首，圣诗355首，请咱来起立来吟。慈悲显现在万阳下，以他让悲欢成就。
请咱伫咧外面的兄弟，咱尽量坐入来伫咧咱的内面。咱的圣礼典是一个合一的一个晚餐哦，所以请咱众兄弟拢入来到伫咱的中间，咱是安尼同领上咱的主上帝伊同领一块饼，同领一杯一个杯，所以请咱迄边还佫有位，即边嘛还佫有位头好坐，头前嘛有位头好坐，请咱拢入来内底坐。若会使有诶所在，请咱一条椅仔坐4个人。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见那属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对见那归应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伊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袂弃使伊。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甲恁三个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托付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见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伊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式模样，咱大声来感谢。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的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诚侪阮属灵的朋友，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主耶稣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服侍会听无？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咱若已经摕到饼的兄弟，咱就安静静默，来安尼默祷，来审察咱家己。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
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到听这是伫咧北京教会已经有洗礼，欢迎甲阮同齐来领受上帝的身躯。主要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敢有人无已经洗礼，无领受着饼？这个是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今日来纪念伊，请咱三个来领受。食了安尼旁杯，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见若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啊，服侍长老。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耶稣的会设立的，见若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见若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请咱摕到杯了了，咱就静默安静来审查咱家己。
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会设立的囝仔啉的时，就今年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伫地，咱同心来感谢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精华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我来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让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使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那以后会通荣光你。奉阮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妹，这是咱要三个来收杯，伫咧收杯的时阵，要来唱圣诗355首。先收好不好？先收杯。这是请咱起立，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生女玛利亚出世，伫本流表多人来受苦，
顶是一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世人中国啊上天，担着你全能爬上帝大屏，伊要对咱世界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的听，请魏庄俊执事甲吴承安执事来肃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诗歌。上帝啊，我们人是什么？你竟顾念我们，细数过我们每一根头发，求你悦纳我们的奉献，以及我们工作、生活、服事中的一切行为。感谢你，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门。请坐。这是咱来读本周的经句。本周的经句是伫历代志上卷29章第1节，请咱同齐来读，请。这个工程真大，因为这个圣殿毋是为着人，是为着主上帝起的。咱搁读一摆，请。这个工程真大，因为这个圣殿毋是为着人，是为着主上帝起的。历代志上29章第1节。接下来我们来用和合本的部分来念一次，请。但这工程浩大，因这殿不是为人，而是为耶和华上帝建造的。再念一次。但这工程浩大，因这殿不是为人，而是为耶和华上帝建造的。历代志上第29章第1节。接下来，牧师要播报。弟兄兄弟，咱今仔日是释教63周年的日子。感谢咱的干事伊有甲咱做一寡咱教会事工的回顾，咱同齐来看。相片里儿时的模样，记录着年少的时光，沉浸在你我
的心中，要登上月亮，要飞越太平洋。多年后，我们都成长，告别了青涩和迷惘，沉浸在你我的心中，编织的梦想是否遗忘？人生的理想是为主发光，失去了泪水使我们更坚强，路依然漫长，别失去盼望，痛苦时记得有主在你身旁。为主来梦想，为主来发光，虽然有挫折，但我不用沮丧，主是我力量，主指引方向，我们的日子有梦想，有灿烂的阳光。相片里儿时的模样，记录着年少的时光，沉浸在你我的心中，要登上月亮，要飞越太平洋。多年后，我们都成长，告别了青涩和迷惘，曾经在你我的心中，编织的梦想是否遗忘？人生的理想是为主发光，失去了泪水使我们更坚强，路依然漫长，别失去盼望，痛苦时记得有主在你身旁。为主来梦想，为主来发光，虽然有挫折，但我不用沮丧，主是我力量，主指引方向，我们的日子有梦想，有灿烂的阳光。相片里儿时的模样，已经结束了。好，继续，下一个。所以咱要来颁发的信德奖学金，咱请曾必光长老。各位兄弟平安。感谢主啦吼，咱拄仔看到过去一年咱的事工，希望大家继续向前跑走吼，互咱教会的这个事工得到更加好的发展。所以咱要颁发这个信德奖学金吼，这个奖学金就是。各位兄弟，咱的奉献有一部分的拨伫这个部分之外吼，来鼓励咱的细囝吼，认真拍拼来读册吼，互因有更加好对上帝回应吼，甲认捌。咱有几啊组啦吼，第一组要颁发的是国小组吼，有10名吼。我念到名字的小朋友哈，请你走到前面来啊哈。李宣慈，啊。这个是恩心的第3个啦吼，第3个，啊李宣慈吼，过来是曾宇良，啊曾宇良这是建明甲亲亲的老二啦吼，叫好宇良阿良，唔是阿娘哈，差真济啊哈。过来是黄允丽，啊允丽是义明甲恩仪的老三，啊老三。过来是曾宇爱，这是建明甲亲亲的老大哈，宇爱。过来是郑俊杰，俊杰，这是盛忠哈，忠盛的老二，老二。过来是林信谦，信谦这是迄个博州甲恩亲的老三，过来是信慈，信。信慈，那阿嬷要带领吗？妈妈有来吗？阿嬷哈，因爸爸讲叫阿嬷念往右边移一点点哈。过来是张怀安，怀安的爸爸大家认识吗？
认识了哈，永永是比你大名。魏忠，张魏忠。哦，惠忠跟那个如影，妈妈是如影哈的老大哈，这是老大。过来是以谦，林以谦啊，这是涿州跟恩亲的老二。好，然后过来美如。哦，美如，那妈妈有来吗？严卫有来吗？严卫没有来哈，然后没有来那没关系。这个呢，我们请李长老来帮我们颁这个奖学金。啊，恭喜！啊，小朋友要说谢谢啊哈，谢谢啊。经典画面。好，我们请李长老跟受奖者一起合影，好吗？来，小朋友，把你的奖学金拿起来哈，看前面，不要挡到脸，不要挡到脸啊。好，恭喜。过来是国中组哈，有2位，第一位是庄宗仪，啊，宗仪是那个盛伟，佳慧跟盛伟，对吧哈？盛伟跟佳慧的老二哈，再来是曾子荣，这是小犬，最小只的哈。好，那我们就请郑美珍长老来帮我们颁这个奖。对，丢了，哎，对。好，请郑长老跟我们2位受奖者一起合影了哈。好，恭喜。受到奖是咱的高中组哈，高中组有3位，那其中有1位是张少忠长老夫妇纪念奖学金，得奖的是庄涵，请庄涵到前面。那我们请布慈老师来，请布慈老师哈。好，跟布慈老师一起合影了哈。好，这个奖学金是由布慈老师的爸爸嘛哈，张少忠是纪念布慈老师的爸爸哈，是由布慈老师来这个提供的哈。好，再来另外2位哈，第一位是黄瑜珍，瑜珍是那个义明跟恩仪的老二，然后再来是庄乔恩，乔恩。乔恩没有来哈，所以爸爸带领哈，盛伟带领哈，乔恩是老大了哈。这个咱请的陈慧丽长老有伫无？好来，请陈慧丽长老。好，谢谢。再来是大专组哈，大专组有3位哈。那大专组我说明一下，如果各位看办法哈，其实奖金是不一样的。那个大学部5000，不研究所5000啊，1、2、3，对了，对吧哈？然后那个大专应该说大专大学5000，研究所是1万。所以咱这内底有1分是1万的啦，因为子佑是职工博士班啦，他是硕博职工的啦哈，所以
它的那个我拿在手上哈，这一包就特别厚哈，非常有质感哈。好，所以有3位，第1位是曾木恩，啊，那木恩没有回来，是不是请妈妈来代理？好，啊，过来是林子佑，没有回来，阿志堂没有呀，啊，就请慧丽长老代理了啊，啊2份哦，但是这2份无共款哦。爱摕双手。啊，这个咱请牧师吼，请牧师。先好木恩。爱摕双手咧。好，来，请牧师跟2位合影啊。谢谢。所以咱要来迎新报告。有一个新朋友叫做蔡秀玉姐妹，是路人杰大哥的朋友，还佫有伫遮无？哦，安尼会使起来，互阮看一下无？我们请陆大哥介绍一下。平安。我们请蔡老师说一下。感谢主，也欢迎那个秀玉老师持续来教会，请坐，谢谢。不知道还有没有新来的朋友？那个韩校长的女儿，他们那个回来台湾了。那个要请那个我们的静飞姐讲一下。哦，好，欢迎，很久不见。今仔阁有新的朋友吗？若无，咱来看报告事项。报告事项第1点，9月30小会有决议，总共有6点，请咱兄弟家己过目。第2点，本主日是本咱教会设教63周年的纪念主日，会后有爱请咱兄弟爱留步来参加。第3点，本日颁发信德奖学金，这名单已经告过啊，就请咱兄弟家己过目。第4点。这个月26拜六，咱教会要举办2025年度的事工共事营，请咱中职甲团契新任甲旧任的会长，还佫有服侍同工，迄天一定爱留落来。第6点，第5点，请咱各团契甲小组伫13号以前会当选出新的干部来甲办公室通知。第6点，12月23。伫咱教会暗时7点有举办岁末的年终感恩祷告会，咱的兄弟若想要做分享，请向阮的音乐侍奉团的团长冯燕云姐妹来报名。具体消息的部分，第1点甲第2点，请咱兄弟家己过目。第3点，
教会公报社有推出圣诞传福音小点心，然后想要购买的兄弟，请向办公室来登记。咱的会计部分嘛，请咱兄弟家己过目。事项表的部分，请后主日服侍的当天会当提早备办来准备。牧师补充报告。兄弟平安。咱有几件代志报告。第一个就是咱的教会伫咧即个后壁即个准备室遮吼，有迄个置物柜。咱若来做礼拜的时阵吼，若讲你有一寡较咱讲较贵重的啦，也是感觉讲你有一寡物件吼，你讲做礼拜顶面吼，会造成你的迄落麻烦的吼。咱有即个置物柜会用放伫遐。面顶排3排是有插锁匙的，下骹排门是有开的，吼，只是敢无插锁匙。你若是有贵重的，麻烦你放伫咧有锁匙的所在，吼。你若感觉讲我只是甲占放的，吼，你会用放咧下骹排无问题。那迄个，但是就是请会记哩，就是你咧使用即个柜子的时阵咧，你若是锁匙吼，你甲锁咧吼，你锁匙爱保管得好势啦，吼。若万不离你若来做礼拜，结果佫甲锁匙放进去吼，麻烦你爱照价赔偿，吼，迄落没有加价啦吼，但是要照价赔偿啦吼。教会这边则是有备用钥匙，只是讲请咱大家人，咱就是安尼好礼吼，做礼拜吼，锁匙吼，那个安尼甲保管得好势，礼拜刷了会记你摕出去。咱有迄个即个。置物柜的管理办法吼，你若卡厝内底是放一寡食的物仔，结果你佫袂记查吼，安尼就直接被清掉哦吼。若是迄落，反正就伫咧一礼拜以内一定会甲你清掉就对啊。你若讲你内底有一寡迄落食的物仔，吼，若佫加放一寡吼，咱就臭酸会歹去吼，安尼就加较拍算，吼，所以请咱注意。迄个置物柜，请咱会通好来使用。下尾有即个置物柜，是因为咱有当时咱伫咧做礼拜的过程内面，尤其是诗班，这是直接我家己教会母会的例吼，就是诗班，因为因爱穿即个丝袍，结果丝袍因去就来做礼拜的时阵献诗换丝袍。结果伊有穿外套，外套就脱起来，放伫咧即个衣柜内底。结果无拍算，伊迄天我拄教会一个青年，伊拄教会要伊拄迄落学校拄好要注册，炸几啊万块伫咧身躯顶，伫咧伊的外套的。结果翕拄好，迄天迄礼拜，拄好一个外人来到伫教会，佫。安尼真好咧，咱甲邀请来诗班，伊嘛真正去诗班唱歌，结果当然伊是袂晓唱啦吼，但是伊就唱献诗刷了，伊就讲伊有代志，伊要去上厕所，佫怪就无看人，结果迄场的礼拜刷了，迄个兄弟伊的外套内面的钱就无去啊，所以是安怎，咱有买即个置物柜，是因为安尼的缘故。所以咱若做礼拜，尤其是诗班，咱若有一寡贵重的物件，请咱放伫咧有锁匙的所在，来放伫咧迄个所在，安尼较袂造成咱伫咧礼拜顶面有一寡较安尼咱讲不幸的代志来发生。嘛要提醒咱兄弟吼，咱咧做礼拜的时阵，因为咱教会拄好，咱就是出去就是马路啊吼，这嘛是共款伫咧我的母会拄着的代志，就是。咱咧做礼拜的时阵，咱拢会讲请压头祈祷，逐家人着压头祈祷，祈祷了，你的包包会无去。所以一般后来就是教会会期待讲招待人员伫咧外口啦吼，即马咧礼拜咧祈祷的时阵，可能招待人员目睭着爱较紧嘞，放咧目睭着爱金来看安尼啦，因为。真正有发生吼，毋是无发生过的代志，所以这个代志拢互咱来注意吼，因为咱真正真虔诚咧做礼拜，结果礼拜刷了，咧个祈祷刷了，安尼咱的包包无去，我感觉讲这对咱来讲嘛是影响咱的礼拜啦吼，不过咱小可要伫咧即个时间，伫咧小可来
要来报告咱伫咧建堂委员会大强啊，咱伫咧过去安尼对伫开始做咱开始要决议，要开始来建堂的时阵咱到底建堂委员会做一寡什么款的代志，咱互小可大家人互咱兄弟来了解。建堂委员会成立了第一个就是咱伊的成员头先是小会员，咱的小会员后来有邀请甲建筑有关的遮个兄弟来加入伫咧咱的即个建堂的委员会。了后咱伫咧最近，咱也可能因为开始咱进入要到伫即个甲着建筑师开始来签约的即个阶段。了，咱有开始有一寡遮个事工，包括着即个财务等等遮个要安怎落去做规划，所以咱的建堂委员会会阁邀请咱的兄弟，不管伫咧各方面有关，只要甲建堂有关的，咱到时阵拢有可能会邀请入来，伫咧即个建堂内面来帮助咱的规个建堂的事工会通推行了搁较好势。那咱即马安尼对安尼建堂委员会对开始成立了，总共到目前为止开八次的会。了，咱嘛有甲建筑师有过另外2遍的即个迄个讨论，就是针对咱每一届咧开会了，咱有什么款的决议了，咱会公告。咱每一届建堂委员会若有一寡较重大的，亲像讲，咱当初时咱决定讲，咱要邀请到即个建筑师来参与比图的时阵，咱就有即个建筑师的即个遴选办法，咱嘛公告，公告了，咱才开始若拢即个遴选办法无问题了，咱就开始去邀请到即个3位的建筑师，了，咱有迄个比图，伊落尾手透过咱的礼拜堂内面，咱发即个问卷，互咱的众兄弟。咱的众兄弟才落去将即3个即个建筑师因所分享着因的想法，甲因的计划拢伫咧咱的中间来呈现了。咱当日咱透过咱所有的即个问卷问卷当日回收了后，咱建堂委员会马上就开会，嘛建堂委员会本身的委员搁再一次遴选。咱的会友的遴选的比例，甲建堂委员会所迄个算出来的比例是一致的，所以咱选择即个张宗佐建筑师，毋是讲咱干那咱的即个建堂委员会咱选尔，是经过会友以及咱所有即个建筑委员，拢透过因家己伫咧因为伫咧咱收起了。建筑委员会阁有针对3个建筑师因的画图，阮有伫迄中间有做讨论了，阮就开始做即个投票，所以咱的即个程序是非常的严谨。了后，咱落尾手，咱有邀请即个建筑师来甲伊讨论，针对伊画的图，阮伫咧迄中间有提出侪阮的疑点，甲阮的。建筑师建筑委员的一寡无共款的想法甲疑问的所在，拢伫迄中间到伫拄好伫咧风台迄天礼拜三抑阁建筑师原来有阁来一摆，甲阮第二次的即个讨论所以安尼目前为止有针对即个包括着。即个规个图面的规划等等遮个拢有做真好的即个讨论，建筑师嘛拢会大概将遮个意见拢甲安尼修正了，因会阁做修正迄个修正迄个图面。所以咱的图无遐紧完成咱的图会上少爱到应该会到明年初咱才会正式定案所以伫咧即个中间，咱就是一直不断伫遐来讨论，不断伫遐来针对咱的即个图面，因为包括即个图面内面
咱嘛有因为针对迄个内面的间隔，甚至要求建筑师刷条仔位，吼，迄拢伫咧迄个讨论的内面吼。所以伫咧即个图面内面，阮有已经做过几啊遍的即个修正。所以针对咱伫咧最近咱的兄弟有侪迄个疑问的所在，咱即时要来请陈安执事来就咱兄弟所提出的问题，要请伊来做一寡答复。因为即个建筑的部分吼，伊较了解。来，你。大家平安。那我用国语的部分来比较描述。那我们针对这段期间，大家有回馈一些有关于我们教会建堂的部分一些疑问。那针对日前公告的建筑师的契约的部分，那大家有对价金的部分，或是怎样计算说，我们这个量体到底会成本是多少钱的部分，那由我这边做个简单的，用5分钟的快速的方式做简单的回馈。那如果后续有其他更深的疑问，或是想要对设计图面有所可以调整或是建议的话，那很高兴大家在会后或是平常有遇到我，或是我们建堂委员会的任何一个成员，都可以把你的想法跟意见回馈给我们。好，那针对建筑物的价金的这个部分，大家有提到几个问题的部分哈。那一开始这边有看到是说，会有提供出来说，宜兰县有一个建筑物造价估算基准表，这个表确实是最新的，113年2月的时候公布的版本。但我必须在这边先他有提出，他里面也有写到说，他这边可能会测出来的造价是多少？那以目前教会目前规划大概是550坪的基地面积来讲，他就说，如果用这张表来看的话，它的造价应该是1300多万呐，那跟建筑师3家报价给我们的怎么会差这么多？好，然后他也提到是说，其实建筑师公会他们本身有一个价金的标准表，就是说，这建筑师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公定的价格，他们这个价格是按照建筑物的本身的价值，然后按照百分比去逐一计算的，所以这边都有哈。再来是，那这边还有提到是说，如果执行之后，如果我们实际建出来的建筑物比原本一开始概估的经费还要少的话，那建筑师他收的价金是不是可以一起调低？然后他也提到是说，价金给付的方式，那他是说，我们这边有分1、2、3、4、5、6期，那他就是说可以把比较多的价金比例放在最后面嘛，这样对我们教会似乎是好像有保障的。那针对这个4个问题有提出来，那我就先在这边做逐步的介绍哈。第一个就是他所提供的这个建筑物造价估算表，好，因为我人是在公部门，那其实我知道公部门有一些过往累积的承袭习惯，其实这个习惯不见得是好的，但对一般普罗大众、对民众来讲是有利的。像这个造价估算表，其实它是政府每年都会行文给建筑师公会，其他2年重新评估一次这个价金。可是建筑师公会他很清楚，这个价金会影响到每个人你的住家他课税的税基的部分。如果你的房子造价越高，你课的税会越重。所以政府其实他为了考虑到一般民间你们的居住需求，所以他把这个税基拉得很低，所以它的造价就会变得很低。所以他在这个公文上面，它里面第3点他有写说，其实它这个是收取规费使用的，它并不是实质上这个建筑物的成本部分。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是政府是有低估，是为了保障大家的税金的部分。那我们是参考什么东西？参考我们的造价的部分，其实我们是有参考6都，其实公部门它很认真的、严谨的去计算说，我们盖房子它可能会实际有的成本的部分，它其实有一个他们曾经都有一些很重要的概估表。那如果大家以后自己家里想要自己自建的话，其实以后可以参照这张表。其实这张表其实写得非常具体，它包含它每一坪大概会多少钱，然后它里面涵
跨的项目，包含它的水电啊、杂项啊、景观设备，还有消防安全之类，它全部都涵跨进去了。然后它里面也跟你讲说，我用比较高级的或比较便宜的，它的成本大概是多少？其实这张表全部都有彰显出来。那所以综述就会看出来说，其实目前市面上的造价跟刚刚一开始提供的什么建筑物的估算基准表，其实它的价差已经差到4到5倍去了。好，那我就用宜兰县目前比较有名的几个案子来给大家做个参考依据。像这个宜兰国小后面最近不是在去年完工的一个那个教师研习中心吗？那我这边去问一下教育处说，你这个到底该多少钱？他们一开始发包是7400多万，后来追加2700多万，所以它实际的造价是9394万。对，然后它的基地面积大概是600到660之间。然后再来是一个现在正在盖的东山市场改建案，现在正在盖。如果你去东山火车站附近看，就可以看到了，他们正在盖。那它目前的基地面积是478坪，那总价金是9000万。所以以上从这边推估说，其实目前市面上的营造成本大概1坪大概真的就是18万到20万之间，这个就是目前市场上实际的行情。那我也知道说公部门其实在这部分，它有非常多的，比如说，因为我现在的业务就是跟砂石有关的，所以我知道说砂石成本每年都要调整，大概平均现在是2年增加1成的成本速度在增加，所以是非常惊人的。好，所以我们再回馈到说建筑师的价金，那到底合不合理？那我们也是去回推说，目前我们跟建筑师签约，如果大家有去看公布栏上面的价金的部分，它大概是我们目前跟建筑师的契约价金是379万5千元整。如果用刚才一开始建筑师他们不是有个价金的百分比去回推的话，那这个建筑物的成本大概是7534万。那其实跟建筑师一开始3家在跟我们遴选的时候，这三家来讲，它已经是算是里面是已经比较中低下价格的部分。因为我们大概概估，如果我们教会不管未来是不是少建1层楼，或是比大家当初看到少建1层楼或怎样的话，其实价金成本大概也是落在7000万以上，这是跑不掉的事情。这个跟大家先讲一下。再来是我们这契约其实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我们不是用百分比。因为我之前在公部门也做过几个新建案，其实我发现说，如果我们用百分比跟建筑师讲，跟建筑签约，其实建筑师常常后面会一直追加，如果量体一直追加，我们就要给建筑师的酬金就会随之增加。那而且建筑师他们如果比较有一些实行的，他们可能会含扣一些内容，等到我们事后在盖的时候发现了，我们就被迫要增加这个项目，那其实对我们的整体价金是不有利的。那所以我们最后采用的是固定价金，就是我说我跟建筑师我签约了就是这个金额，那我只要这个量体我不额外，比如说我要在旁边再多盖一层，多盖一个房子，或是怎样特殊的情形之下，我的价金就是这样子。不管我们少1层楼多1层楼，它的价金就是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教会是变相有利的，因为至少我在公部门的经历过程中会发现说，追加这个事情是常常发生的。如果大家都有一点点听过的经验，应该知道说，公部门在不论是公部门或是一般的民间企业，其实追加工程款是很理所当然的。那可是我们在教会在评估的过程中，我们就希望这个事情发生到最低的状况，所以我们就把这部分给扣掉了。所以我们就用固定价金的方式去处理。再来是有建议说，分期调整的方式。那其实我们当初把这个分期的部分，我们是参考建筑师公会，它本来就有一个明定的价金给付方式。那因为当初一开始在定的时候，我们把原本建筑师公会的第1期款、第2期款是并在一起的，所以大家才会看到合约，怎么第1期款就要付30%？其实这算是有一点我们考量说我们的行政作业方便之余，所以那后来我们还是决定说，我们引用建筑师公会的，就是第1期款、第2期款是拆开的，就变成是我们签订契约付10%，那第2期款就是规划完成再付20%。那我们的第6期跟第7期款，我们会针对使用执照领到之后，就是说我们房子已经完成了，也盖完了，我们也进去使用了，我们才愿意付10%。
最后的10%。如果按照建筑师工会的版本，其实是应该是盖到一半就要付完全部的款项了，但是我们跟建筑师讲，我们是最后完工才给付这部分的价金。好，那民众还有一些建议，其实包含说，希望楼层控制啊，或是空间共享，或是财务优化。那我们的判断就是说，大家无非就是担心说，当初建筑师遴选的时候，3家建筑师1加1 1.8，1加1 1.7，一个1.15亿，这个金额确实看起来很惊人。那也会造成大家对教会改建是不是有信心这部分会产生有所疑惑。那就我的回馈来讲说，其实新建工程本来就有很大的负担，我们对这个教会越有期望，它的成本本来就随之会增加。比如说，我们希望这栋大楼不单单是我们聚会使用，我们能够提供社区或是未来青少年聚会的优良场所，那我们所要付出的成本本来就是随之会增加的。那虽然刚刚有提出很多公部门的一些相关数据，说这个造价成本是1坪18万、14万或怎么样都没关系，但是其实最终能够1坪要花到多少钱，或实际盖出来要花多少钱，我们这些都会跟建筑师不断的讨论。可能材质可能用比较其次一点点，或是哪些部分可以少一点点，那我觉得都是可以讨论的。那我们这边会不断的跟建筑师不断的去检讨。那因为有些东西现行的法规跟50年前盖房子的法规已经差了10万8千里，比如说一定要有太平梯啊，或是说一定要有那避难设施啊，或者是什么东西，或是有电梯的相关规定。其实这东西就像外面的建商，为什么他们现在怎么公设比一定要接近20%、30%，甚至有些已经到40%？其实无非我们的公部门要求一些为了大家的房子安全，尤其是经过921之后，其实对建筑物本来就会有非常高的安全价值标准。尤其是我们教会如果改建了，政府部门一定会认定我们这栋教会是一个公众安全使用的空间，所以要求的水准本来就是会比一般情形之下还要高。那当然我们建厂委员的我们也是希望说，如果在我们财务成本之下，而且真的符合大家未来的需求，也提供更好的空间。我们在成本考量之下，环境考量下，我们会不断的去精进，持续探讨每一个经费使用到最好的可能性，我们会不断的去检讨。那也希望大家在会后，在后续我们签订契约的时候，到时候正式图面出来，我们也会公告给大家看。那大家有针对里面有任何的空间疑义啊，或是有相关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讨论。那如果在法规允许之下，或是我们空间需求允许之下，我们就当然做得尽善尽美，这是我们的理想。对。那最后就是说，如果有能够做定期报告这部分，我们当然在最后，我们应该跟建筑师已经讲好，我们1个月原本是要按表定是排2次，能够跟他针对图面上面的问题、空间怎么配比或怎么样，我们都跟建筑师每个月会有安排2次的讨论。那也会在每一次修正的版本及时的公告给大家。那因为现在我们的正式契约其实还没有明确的签订下来，所以这部分其实可能从遴选过程到现在已经4个了，大概3、4个月，所以大家会觉得好像没动作，但其实我们一直先想办法把这样的空间契约先定下来，那我们才好比较后续能够把这些设计的图面能够提供给大家参考使用。那也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不断的给我们建堂委员会的每个成员一些良好的建议，也让我们大家能够同心合意，为我们的教会的未来的事工来一起来增进，让我们来为我们的教会来一起为我们的神来建造美好的殿堂。谢谢各位。教会除了是上帝，嘛是咱大家的，请咱兄弟姊妹为着建堂来继续来关心代祷甲奉献。所以咱来看咱的代祷事项。代祷事项，咱特别为着张徐弟兄，张徐弟兄就是伊的太太韵如，因为脑癌过世，伫7号要举办告别式。那请咱兄弟特别为着韵如的爸爸妈妈来祈祷，因为韵如爸爸妈妈刚生伊这查某囝，伊伫35岁。就因为着脑癌来过身，所以伊的爸母是真艰苦心，请求主来安慰伊的心。
第二，咱嘛请为吴孟泽弟兄求主坚固伊的信心，互伊会当开搁较侪时间来亲近神。第三点，为林子航弟兄来祈祷，伊即马伫国泰病院伫实习，那求主带领伊会当找着伊喜甲合信心伊的迄个科别。咱嘛为着美惠姐来祈祷，美惠姐虽然目睭无看见，毋过伊有一个真喜乐的心，这嘛是咱真好的模范。那求主继续保守伊的身心灵。咱嘛特别为着静飞姐来祈祷，咱拄好看到静飞姐，还佫真健康伫咱中间，嘛望上帝会当祝福伊，互伊继续会当有活泼的心智来过伊的后半的那个生活。只是请咱同心开喙来为即5位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公义、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为世界上饱受战争和冲突之苦的地区向您祷告，特别是乌俄战争、以哈冲突、苏丹内战、缅甸内战等。愿你的和平领导，敌对双方的仇恨和斗争都能够化解。求你安慰那失去亲人和家园的人们，赐予他们力量和希望。这一次山陀尔台风造成南部地区及北海岸地区严重的灾害，求你赐智慧给政府官员，能研究针对灾害提前预防的因应方法，能有效地应对和减少风灾造成的损失。恩典信实公义的天父，我们知道建堂的目的并不是单单为了建筑物老旧、应付空间不足而来改建，而是要透过建堂凝聚会众，并使会众在属灵上得以成长合一，来广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做出贡献。求主掌权，在神预备的时间，在人事时地物都有最好的预备中来成就建造新的圣殿。而透过建堂的过程中，更明白神对南洋教会的心意，让我们在圣殿的敬拜能在这世上彰显神的爱与真理，看见神荣耀的教会要光照这地，抢救世上的灵魂。天父上帝，求你特别保守看顾张许弟兄、孟泽弟兄、子堂弟兄、美惠姐、静飞姐，让他们无论处在任何境况，都有从主来的平安喜乐跟随着他们。另外，我们要特别为有家人生病而面对艰难的家庭来祷告，求你让家中的照顾者有更多的爱心与耐心及健康的身心灵，来恒切地为生病的家人守望祷告，也让他们借着祷告得着力量，并求你差派各样的支援与帮助，让他们可以度过难关。求你使他们在患难中不惧怕，知道我主上帝是以马内利与我同在的神，帮助他们定睛于你，用从你来的平安安慰生病者及身边的家人。亲爱的天父，求你祝福我们有健康的身心灵，使我们每天吃得下、睡得好，有好的代谢，来享受健康的身体，
带来的喜悦与平安。谢谢天父，如此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所以咱来吟祝福的诗，圣诗394首，这是礼拜特别线，吟诗线请牧师教导，请咱起立吟全首。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迄对死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通伫伊的面前得到伊的欢喜，愿荣光归于代代无煞。阿门。咱用祝福的诗歌，咱彼此来祝福。其实咱就煞来到伫中庭的所在，咱要来为着咱的即个
庆祝咱今仔日63周年的爱餐，咱要来伫遐来祈祷，甲彼此祝福。本来要这样，因为人跑了一些。